信哥，我2点的呢，你还忙衰啊？哎呦，不是啊，因为天公爷啊有一个客家发通啊要主持，所以啊这个前几天我一直想不出要写什么，没有灵感。但是俩哈刚好有灵感哦，唔下做唔得。天公爷给发通，现在才在想台词。难怪要熬夜，真是临时抱佛脚哈。嘿嘿，谁跟你临时抱佛脚啊？我从下班回来写到现在，又有起码4个钟头嘞。哦，这被你一讲，我真是干紧老背弄啊！哦，好酸痛哦。少来，没事为什么要在闽床烘下，不去外面的周烘下呢？天气那么冷啊，床上啊有皮骨又有枕条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谁要去那个冷冰冰那个周烘下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枕条啊，还真是蛮酸蛮痛的耶。那我只能说改挑。住在闽床烘下师本来就是知识不正确啊，知识不正确，枕头懂有没有酸痛啊？哎呦，你少说风凉话的啦！我没功劳也有苦劳，对不对？我写了这么久，辛苦工作也要看在我这种苦劳的面子上，帮我按摩一下好了。我想睡了，我宁愿去帮周公按摩。拜托了，我至少还要再写1个钟头帮我按一下啦，快！好了，帮你按一下。怎么了？痛你可不可以轻一点呐？你这样子那个骨头啊，会散开了呢。哎呦，痛！我才用了1分的力耶。痛，你不是很酸痛吗？痛才有效啊，才能帮你消除疲劳啊。算了。你的好意我心领，我还是自力救济，我自己运动一下，活动筋骨就好了。你做这个烘油挺容易海洋操吧？我跟你这样聊完之后，我整个精神好多了。我赶快把它拿回来再写一写，待会就可以早点睡了。太嘎，哈嘎发，我们做事才会有效率，身体才会健康啊。行衰，客家發通，強健，背囊，面床，作凳空，肩頭。